路丘加上停车格，互公车入站时必须要占用着车道。如此不只会造成用路人以及车乘客安全隐忧，公车司机也会烦恼手机会挂伤车体，造成损害。旁边的路都会靠近那个慢车道了，但是我们公车都只能到那个快车道才能靠近。这又会很困扰啊。对啊，都会靠旁边会靠近。市员蔡小薇伫接获民众陈情后，3月1日邀集相关单位进行会勘，希望找出解决办法，互伫附近上课学生、用路人以及司机，拢会当伫安全的情形下生活。学生囡仔有甲咱反映啦吼，就是讲因为即马即个路丘是徛伫遮，啊公车若要落车的时阵，要靠站停放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到讲边仔有汽车停车格。以外，公车要停的时阵，公车会变成并排违停，是违法的违规的行为。啊，要落车的即个旅客嘛会因为安尼来受到交通的影响，后壁的车嘛会因为安尼去动到吼。所以，阮要求即个公运处甲即个干务局来做一个调查啦来调整到迄个路丘的部分看咱的公车的即个公车站牌的所在是毋是会当来。刷位，互咱的迄个坐车的人，也是讲骑车的人，也是甚至是公车司机拢会当伫个安全合法的即个情形下来运作啦。经过会勘以及讨论，最后决定移植一张树木，并将停车格刷成中心画色，互公车会当无占车道，安全入站。因为咱台南市的市区道路，咱发展较早啦，所以道路顶悬咱有一寡，比如讲老树，是一寡设施，咱会甲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盘点，会当前线的所在来做一个调整，互大家有一个更较好的等公车的这个空间。蔡小薇强调，该路段的路拢有成排路树，造成兼顾以及路肩宽度较小，市府应该研议可行的方案，兼顾公车上下车。停车空间、行人步道等需求，同时针对停靠区的问题进行通盘检讨。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